鄭雅欣嘅有聲書係一項關於日常聲音探索嘅創作，邀請觀者運用視覺、觸覺及想象力，重新感受同理解聲音。作品透過改變鬧鐘嘅運行規律，引發觀者對聲音嘅視覺想象。喺1點及2點方向嘅桌面上，擺放咗2個同款黑色圓形嘅鐘，約成人手掌大小，白底黑字。1點方向嘅鐘，秒針以不規則嘅速度運行，時快時慢，間中會停頓數秒，好似一個天馬行空嘅音樂創作過程。2點方向嘅鐘則以平常穩定節奏嘅速度運行，有如一部拍子機。喺桌面嘅9點方向，有一本米白色約 A5 大小嘅書，書面以中英文寫住有聲書，並有3個由小至大嘅半圓圖案。小書共36頁，分喇叭、物件、遊戲、傳譯、拍子機、麥克風等6個唔同章節，圖文並茂，提供以聽覺以外嘅感官感受日常聲音嘅各種方法。例如喺物件篇，閃動門鐘嘅文字提示：如果你家中的叮當聲變成一盞燈，它對着你閃時，就代表有人來了。下一頁嘅插圖顯示咗一道門，門嘅右上角有一個小半球體，向天花及牆壁4方發射出粉紅、綠、黃色嘅彩虹光線。鄭雅欣提醒觀者，聲音唔單止係可以被聽見嘅，更加可以被觸摸、睇見同想象。佢嘅創作概念源自對聾人以視覺及觸覺聆聽嘅觀察。